在经济自由化、贸易国际化的影响之下，台湾在1987年正式开放外国烟的进口。到2001年，台湾加入 WTO， 台湾省烟酒公卖局改制作台湾烟酒公司，今年每吨烟酒专卖制度废弃的。中央呢对专卖许可制改做客组制，虽然里面透过正式协商，引入有爱的烟业。不过，贵厂铺如係傍晚嘅金黃色的一白暗號嘅光景，做路乃唔好持有市場嘅競爭，看唔到嘅。打開全顏色的大門，看到為民農人感覺一定講用嘅經驗漫長。有個嘢呢，摘嘢呢醃來以後，經過8到10年呢。一個全嘢的過程要出來，就一個金黃色的嘢呢，變有一個糖改香的糖香味，嘢呢經過3年到4年的黃變，2年到3年的固定，按2年的中國的烤制以後。之內全人的過程就按你來完成一種出現金黃色的原液。3月初，民農煙田全部都是無葉，然後煙內體變為2-3日以後，米絲對最頭先的糖香味，轉做略略嘅清甜味。61歲做政府，出世時節都開經體種煙內嘢。對對一項從細看到大產業，有幾難講出來的情感。產品面試就值得特別人呢喺大世界的國土。一個面試吼，個商鋪嘅嘢唄，一面試個重，俺哋屬於講得比較好。一個吼，一尾上嘅較大下吼，個泡，一皮要再比條到嘅。要再上解皮嘅，一個嘢呢面試吼對個大廈再個上來，也面試引來引重，真盤係。睇呢條客，全好人呢看起來金奶奶，一定嬲，而係按導人攞木做條巷，帶頓香味嘅指標位。就喺睇春分前嗰閒嘅時節，主政府兩公婆一邊檢查人呢有偵查冇，一邊走幾天做好救人以前嘅分級。睇香香嘅空氣度，主政府該縮數嘅同人呢散開來，就將人體嘅同指標嘅散開來相前樣嘅，按呢方面看起來咱們等一下。睇人就專賣赤兔閒錢飛起嘅人台，人做係鐵器嘅作物包裝起作。人農在同人種好共賣叫做嘅來數，唔是炒飯愛賣到奶。做政府所講，人呢唔但搶走得揾呢到指標位，共賣叫行為幫人農先加叫人錢種田，幫生意嘅註冊。因為要按主導嘅照顧，而嘅生意嘛順利從研究所畢業。之前共賣叫嗰度管制啦吼，但是對一個人農安尼吼安尼一個資金嘅。調度，我哋講調度啦，就係資金嘅運用有嘛吼，佢貼心啦。前一代許可迄個吼，伊8月份就開始去辦理一個借款吼，伊聽到付啊啲8月底9月初有嘛吼，錢就下來啊，就不能註冊嘅，不能去買皮料，不能去票田嘅。伊面就是冇乜嘅那個好高病，他們愛平常高雄讀書啊，一定是都會愛稅務嘅病。所以佢一定都要防住，要生活費。但是農家業嚟講，依然靠兩季嘅農家收入嚟講吼，收入有限。而每個一本身嘢喺度要讀書，實在無法供給安尼金錢。所以如果依然要從教人嘅收入更多嘅情況，佢留下來叫生意讀書。新一12月落去從春意。一台台添滿鹽包火柴，兼上嘅篷布，生意被龍山救人廠。一所民農體系為含有體素人嘅救人廠，批斷人農行到最尾。
出道的调签的主政府，早晨前7點就從陸下出發到表演場表演呢。一批批金色的人呢，睇打爆過後變做金磚，每塊金磚順頓空白啊送到嘅今天嘅素材，等研究公司評鑑人員來打燈。后一的。那还重点的呀！唔怕很正发表意见，也拢可以遵从安尼咧，安尼咧。我中午还冲脚哟。家也错下来咩？错真在家己起起来。都係操腳嘅地鋪，就係設計17家嘅。最後一擺叫人呢，人農規模嘅實設計係小設計。卡球歌嘅吼，寒冬天來嘅時節咧，一種家長嘅咧，一個吼精神上嘅安尼付出吼，一下會表現下來，還是感覺講人生總是要接受一個階段嘅事實，一個階段嘅結束嘅事實。哦，啊今年第一隻嘅感想講，嘢咧就安尼結束嘅。昆頓空白啊人包，一步一步送上土茶。路卡中人呢，總係一甲子嘅主政府，從今日開始就唔是在中人內命人呢嘅。加工各位人士，用下班就1萬嘅時間度，全自動電腦化資源中央，每分鐘做得生產7000件以上。入邊係台灣研究公司喺屏東內埔嘅人廠，但係國產老牌王長樹同品牌人檢討內列的生產素材。最近這幾年為例的話，大概是1公斤的青煙，大概是206塊左右。但是青煙每公斤的青煙要經過除骨加工，這樣換算回來，如果是1公斤的乾燥後的煙葉大概要343塊左右。加工後的國產人士每公斤要343萬元，同樣等級被加工完成的進口人士將賣146萬元。本國人士同進口人士每公斤相差為200萬元，賣國產的自然順貨。台酒公司指出，1987年台灣開放洋人進口以後，數國人百人習慣西化影響，市場上台灣自家生產的煙呢，能存到27%。早期呢，煙在市場上呢，在45%一直往下滑，滑到目前已到今年106年呢，可能在滑到已經是在27%到26%之間，26到27%之間，所以一直在萎縮，吸煙人口一直萎縮，然後呢，包括外來的廠商那麼多的競爭，競品那麼多，對於我們呢衝擊也是這麼大。面對顧客市場，台酒公司馬斯康諾調整自家生產的飲品封面，米白資源會加入進口的煙草做原料，以及國產煙喺本土煙草的使用量冇到18%。有印度、雲南、巴西，這個辛巴威本土這邊呢，阿根廷，甚至還有很多，我們的煙葉是用這麼多的國家的煙葉而來混合。我做這個廠書，係台灣本土的廠書嘛，並唔係嘅。所有煙草呢，都進口嘅煙草做出來的東西都講啊，以本土嘅品牌再來賣給國內嘅市場。以其他人嚟講啊，煙草唔好做嘅都來用，撇嘅啲品牌啊，國泰牌子做我哋台灣行銷，因為目前可以政府呢完全呢冇一個思考嘅問題，都講啊，
像未来性安尼一条东西，包括藏书今伊迄个天味，要用进口盐酸，也要用本土盐酸。请冷静，请冷静，请冷静，永远开放进口以后，公卖局一年所减的总量许可面积，为加入 WTO 做准备。也农上嘅总人呢，请各种嘅方法技术挨得下去。我哋做人家嘛，唔坏了。没，你在开屁做。 2001年5月27號，也農上條抗議，差唔多有500個高頻也農刺球飛嘅飛人，坐4台遊覽車，跳也上北研究公賣局，抗議每年減少為救援政策。就是說，他們今年給我們說一甲規定，我們只能強迫我們減掉3分，你知道嗎？ 如果說你們的薪水的話，你們今年是5萬塊的話，他給你們減到2萬塊，你們可以生活嗎？我們那個公賣局也無能啊，改進社啊無能，人家日本的那個什麼七星的外銷市場那麼好，啊，我們台灣的香煙，我們台灣自己人都不抽我們自己的香煙，還一直抽外國煙，表示我們政府的那個官員都無能。 啊！我們現在已經被搞得快要沒有飯吃了。我們本來巔峰的時候有12000多甲，現在已經剩下不到4000甲在那邊了。啊！現在還要停更啊！台灣喺加入 WTO 以後，人哋變做係一般嘅作物，冇再受到體系嘅保障。2001年以後，少部分閒錢離岸嘅農民繼續透過政治協商中人哋。 古藤頓震動輪替，也農貼票減少一條原因。煙草事業生產協會理事長李偉陳明文認為，每年大家煙草嘅自由進口，煙農必須要認清現實。最後喺2016年，有請嘅台灣研究公司最大股東財政部同相關嘅單位協商，冇再搞輸煙呢，還要用1公頃60萬元嘅離煙補貼。 結束嘅80年來同煙農嘅合作關係。民國90年的時候，因為加 WTO， 那我們已經政府補助到每公頃105萬的補償金了。那這一次還能夠再爭取第2次的補償60萬，其實他們都很高興。所以這個方案已經報到行政院，已經正式核定了。所以今年就算是這個N9公司跟我們煙農的最後1年的離煙政策算是已經算是推動完成。國民黨也好，民進黨也好，也是政府一做底下一個台灣人對於不利啊，對於社會干涉，但是也對產業從事各種產業的農民。也兩黨嘅政府比我個用心去給人通地或者個預測，或者教育，甚至於傳達對慈善事業當然一種態度太過於投機啊。從過去到現在，政府在面對國際化衝擊，並冇做好長遠嘅思考。因應 WTO 以後調整嘅台州公司，麻木因為離岸政策變得過強過大。17年前擔任高屏煙農刺球會總幹事邱國研究講，中央產業嘅慢米消失的唔單係萬國共慶嘅煙田文化，也嘛反映出一啲國家對本土產業冇長遠嘅規劃。慢慢到基層做上做些農業，等同就係調得本人溫和。本人淘汰對象。